嘉义市有一间福国幼稚园，因结合老师打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内容。今日就外县市的幼教老师专工来参加这个教学计划。唱台语歌谣，幼稚园的囡仔争做导览员，介绍学校的特色甲家己的生活。嘉义市福国幼稚园28载时，有来自全国100多位幼教单位的代表来这了解幼儿台语浸水式的教学成果。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全国的幼儿园，然后老师在执行课程的时候，可以使用我们的闽南语。参加这个课程了后，因发现讲哦，有足侪所在会使大家了解啊，所以我嘛利用这个机会，互囡仔来介绍，用闽南语来介绍，来了解吼咱这个无做的建筑。福国幼儿园甲生活课程甲台语协作会，培养幼儿班甲小班的囡仔，争做台语推广的宗旨。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教授就指出，家长对母语的观念是推广幼儿台语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按足个家长嘛是概念无介好，阮定拄着，应该会甲学校啦吼幼儿园反映，叫伊莫教台语。是目前是这个部分，阮感觉较困扰。这是美雅吃凉面，这是阿婆整对，这是龟龟辣婆。福国幼儿园嘛表示，幼儿时期是合适语言的关键期。浸水式的台语教学课程，重点除了爱互台语甲生活结合，家长的支持才会当互囡仔伫无负担的环境之下，惯习来讲台语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